屬蛇嘅朋友嚟到馬年咧，係一個重新開始嘅年份，因為好多屬蛇嘅朋友喺佢本命年嘅時間咧，曾經經歷一啲嘅變化，包括住喺感情上嘅離離合合啦，又或者係財運上嘅喜樂。咁終於嚟到馬年咧，穩定少少啦。咁我哋今年咧都有吉星照住嘅，有6分星，6分係代表住調停嘅俸祿啊，所以今年咧升職加人工有望啦。有啲朋友喺舊年轉過工嘅喎，咁喺呢個年份嚟講咧，我哋仍然係面對住一啲嘅壓力啊，所以呢個空星、蜜月星係對自己有影響㗎，容易瞓得唔好啦，容易比較精神緊張。建議今年咧做下運動係會好啲嘅噃。另外仲有空星病符星，病符本身咧就唔係話呢個大病痛嘅，不過今年傷風感冒都係比較多嘅噃。另外仲有亡神同埋的煞，所以今年身體健康方面係多啲濕碎嘅嘢。記住留意翻屋企入邊嘅五黃同埋二黑呢啲位置，逢係病星嘅位置，我哋唔好喐佢，咁健康運自然好啲㗎啦。